冇睇錯？3000蚊可以買部咁嘅平板？咁啊，最近收咗部 XP Pen 嘅 Magic Note Pen，咁就係呢一部啦。由於呢個產品成個都係一個繪圖品牌出嘅，咁所以咧佢嘅筆壓感應咧係我用過咁多個平板電腦咧係最好嘅，因為佢同電腦繪圖畫板咧真係好似。即係用過咁多部唔同款式或者最新而家 Apple Pencil Pro 都好咧，其實個筆壓感應啦，雖然宣稱都係4000幾筆壓，但係同呢個16K 筆壓去比咧，我覺得爭好遠。咁本身呢塊板咧就行 Android，咁唯一最遺憾嘅事咧就係冇得去使用 Procreate 啦。咁如果唔想使用咁複雜界面嘅 Clip Studio 咧，HiPink 咧其實就算係最接近呢個 Procreate 嘅啦。咁啊，由於呢個產品咧個定位其實係一個電子書啦，所以 Long Hold 呢一個咧，佢就可以瞬間將佢變黑白，撳一下咧，佢瞬間將佢變彩色。咁其實用呢種方式去睇書咧，就會舒服啲，咁對眼嗰個消耗就會冇咁疲勞啦。如果總結呢塊板有啲咩人會比較適合嘅話咧，我覺得新手都非常之適合嘅，因為佢個 CP 值好高，定價好低咧。對於中小學生嚟講，我覺得佢個價錢都非常得意嘅，因為你3500蚊，你買支 Apple Pencil 已經成1000蚊啦。而更重要咧，因為佢嘅 spec 唔係咁好，攞呢部機去打機就唔會太承受到。呢部平板咧就可以專心淨係攞嚟畫畫同埋攞嚟睇書，咁就減低少少誘惑咯。